一族可汗金赐金黄嫁衣。公主，你没事吧？我原以为金黄是异族的说辞，没想到自己真的就是天命所归的金黄。也不知道是老天爷对我太好，还是太嫌弃我。哼，公主，你别这样。陛下和萧侯爷都在想办法，他们一定会救你的。别费功夫了。嫁衣都送过来了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阿莫，我父皇那边和亲的日子都定了吗？阿莫，你告诉我。阿莫，你告诉我呀，到底是哪日？阿莫，听说下个月初7是吉日。你们都先下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陛下有命，让我们寸步不离公主。你们就别紧张了，事已至此，我也不能怎么样。不就是和亲吗？我嫁就是了。来，巧儿，给我穿戴。我要给父皇看看，他最宠爱的女儿要出嫁了。公主，你这是？我要去见父皇。郑兄，我这身嫁衣好看吗？好看。公主之美，倾国倾城。以前就听说过，倾国倾城的女子是红颜薄命，所以，我最不喜欢听到“美人”这个词，怕自己是薄命之人。没想到，千朵万朵，最终也逃不掉命运的捉弄。
难道二王子连夫人的性命也不稀罕了吗？请二王子找到金皇，拿回金皇心墙。静儿，公主和亲之事事关重大，你还是先想想清楚，再做决定吧。父皇，女儿穿这身金黄嫁衣，还好看吗？当然好看了。父皇的爱女，有沉鱼落雁之貌，穿什么都是国色天姿啊。谢父皇夸奖。父皇，女儿已经想好，愿意承担公主之责，和亲一族。不过，女儿还有一个心愿，还愿父皇成全。你说吧，想要什么，父皇都会答应你。父皇，我想去一趟白马寺，向母后的灵位告别。因为自此之后，我再也没有办法在母后的灵位前尽孝了。你这孩子一向孝顺，父皇怎么会不答应呢？谢父皇。静儿，来，让父皇好好看看你。真没想到，父皇最喜爱的女儿，竟然要出嫁了。你儿时之事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我和你的母后在后花园陪你玩耍，一转眼，你的母后不在了，而你也要离父皇而去，身上还要背负那么重的责任。静儿，父皇多希望你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，永远留在父皇的身边，该多好啊！父皇，女儿又何尝不想承欢膝下，侍伏在您的身旁？可惜以后，女儿都再也不能为您尽孝了。不过，无论我身在何方，我一刻都不会忘记父皇会日夜为您祈福的。父皇，你要答应女儿，保重龙体，莫要想念静儿，莫要为静儿担忧，因为那样静儿会不安的。小薇，身体要康复，必须多吃点东西。王大哥，你不用照顾我了，还是我自己吃吧。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照顾你是我的责任，快点吃吧，啊！王大哥，你真好，不枉费我姐姐一片苦心。哦。
二弟，三妹怎么样了？君儿已经认命，同意和亲，明日就去寺里向皇后灵位拜别。愿母后保佑国泰民安，父皇身体常健。女儿要走了，不能再来母后的灵前祭祀，请原谅女儿的不孝。上天若有灵，应福佑世人。我娘柔善积德，公主善良至诚，他们这样的好人，为何命运如此多舛？大师，我尚有些心事心结未解，还请大师点化，不知能否单独详谈？请公主佛堂一叙。